香港係全球雙層巴士密度最高嘅城市，九巴最新嘅香檳式雙層巴士亦都成為香港嘅一大特色。唔單止本地人經常搭，仲吸引到遊客乘搭同拍攝。回顧香港巴士嘅演變同突破，由普通嘅單層巴士到雙層巴士，由俗稱熱九巴嘅冇冷氣巴士到後期嘅空調巴士，近年再引入低地台帶輪椅位嘅巴士。九巴車隊越嚟越先進企理。二次大戰之後，大量新移民由內地湧入，香港人口由1938年嘅80萬急增到1949年嘅185萬。1949年呢，香港嘅巴士呢就有一個新嘅里程碑，就係第一批嘅雙層巴士呢正式進駐香港。後邊呢架呢就係 Daimler A， 係俗稱烏嘴狗。咁因為香港地少人多，亦都依賴公共交通工具，雙層巴士呢可以同一個時間再多一倍架，而佔嘅路邊呢係蝕咗一半。隨住人口嘅增長，九巴喺60年代大量買入雙層巴士。隨住新嘅城市發展，巴士網絡不斷擴大，九巴買咗一批全長34英尺，相當於10米長嘅 AEC Region 5型。係當時獨一無二，亦都係九巴所有巴士裏邊最長嘅車款。Dana E 型同 Dana F 型喺70年代至到80年代初係九巴嘅主力車款。佢哋嘅馬力大，載客量高，主要用嚟行走需要上斜路嘅地區。之後開始用嚟行走過海隧道線。後嚟九巴陸續引入 Dana 珍寶系列車款，係第一批3+2座位嘅巴士，成為當時載客量最高嘅車款。主要行走市區同埋一啲人流高嘅地方。70年代最有代表性嘅車型，非勝利2型莫屬，係當年來往新界多個新市鎮同市區嘅主要車款。香港嘅人口咧一路去到80年代已經超過成300萬，就引入第一批12米嘅雙層巴士，可以講係一個巨無霸，係有2個落客門嘅，能夠令到本身落客咧係快咗1倍。改善整個交通本身嘅時間嘅。香港位於亞熱帶，咁嘅天氣咧就非常之炎熱同埋潮濕。我哋同廠家咧就開始合作，經過咗差唔多接近10年嘅時間，就出現咗雙層巴士嘅空調嘅設施。就我哋90年代開始進入我哋嘅空調嘅時代。隔離旁邊嘅乘客嘅啲體味啊剩咧，而家可能已經忘記咗啦，就因為出現咗呢個空調。90年代，九巴引入全球第一款雙層低地台巴士。而家九巴嘅雙層巴士已經加入咗唔少全新嘅元素，例如歐盟第5代引擎、直樓梯、更寬闊嘅座椅、先進嘅空調系統，可以抽濕同埋淨化空氣，仲有電子報站系統，為乘客提供無微不至嘅服務。